说了，他们想切的都把它切掉了。下次你找点在这里啊，一这个到这个都放的，哪个地方放的都有的呀。别叫谁小别人了，别叫那里新的搞不起来没，包公司也没包。啊，这个是他们有多年在新疆搞的，但怎么这样的呀？不给人家家都拿了，他把海地他把别找了呀。那是要他们浙江啊，去别点波他那个要准备太高准备才这样的，都比较严重的啊，那光更多的啊，这里他们经常会这边的，毕竟我这车子。
Ok.